2日的大雨、大水雨是造成彰化真侪所在淹水做大水，果子园嘛淹水。亲像伫福兴乡就有一搭时价果的果子园，时价果准备要大出啦，也毋过即届拄着雨水来，农民的心血拢乌有去。只好赶紧让雨棚的时，赶紧去挽偌济算偌济。时结果的树丛全拢浸伫水底，原本应该是坚固的表面，嘛因为浸着水烂紧，所以变了了。这2日因为对流分溪发展真旺，彰化地区落乡雨，袂少农田果园全拢做大水。福兴乡即搭时结果果园当着时，就惊损失扩大，农民让雨棚赶紧来采收。树啊，个青青，但是一般来讲，东西延迟性的伤害，所以可能是1个礼拜你就会看到很多植株的陆续死亡，死亡上面的果实就没有收成的价值了，所以现在就趁现在赶快。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啊。农民表示，原本2分半的地上无会当收5000台斤的时结果，采收期拄开始就落大水雨，也个8成的时结果拢也未收成，即阵会当挽偌济算偌济。除了果子园淹水，附近规片的田嘛拢做大水。这届的强降雨来得太快了，我们这边的水稻啊，有的都还来不及割。你看现在我们的水稻几乎稻穗有的已经进到水中。就是请公所动员那个村里干事，除了主动查报，就是说农民这边他们如果有灾害有灾损，自己要先拍照。官府表示，大水后的农业灾损有延迟性，呼吁农民雨若停，一定要全面巡视田园。若发现有淹水灾害，一定要先翕相记录，随后才通向中央申请灾损救助。记者杨淑静，中华报道。